近喺多倫多呢個社區，其中嘅城中熱話，我相信咧都係關乎於我而家身處嘅位置呢個事件啦。我而家嘅地方咧就係 Highway 7同埋 Warden 呢個地點咧就係朗日花園嘅建築嘅地址。咁而我身後邊呢一個咧就係朗日花園嘅銷售中心。喺幾日之前，我哋喺網上嘅傳媒都得知咧，而家朗日花園嘅工程咧係有少少嘅變化嘅。咁所以今日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依家朗日花園嘅工程咧就會係由 C 座開始起嘅，咁據說咧就話因為 C 座方面嘅成本係比較低啲，咁所以就有呢個嘅決定。而我記得咧，我哋大概年幾之前呢，亦都係報道過有啲嘅多倫多嘅長者柏文大廈，咁當時咧亦都係報道過關於係朗日花園。我哋而家嘅位置係萬錦區 Highway 7夾 Birchmount， 身後邊呢一個屋苑係叫做朗日花園，亦都係另外一個喺華裔社區方面都係有講過嘅一個長者柏文大廈。早輪呢，我都喺嗰啲中文嘅傳媒都有聽過佢㗎。咁加上我哋喺上一次孟嘗國嗰條短片出咗街之後呢，我哋其中個網友就同我哋講，可唔可以比較一下朗日花園啊？所以我哋今日就嚟到呢一度同大家講講啦。我亦都記得咧，當時咧亦都有個網友係留言話咧，佢哋係咪已經定係已經買咗咧，就唔記得啦。咁我哋可以翻查資料。如果呢一位網友睇見我哋而家呢條短片嘅時候咧，亦都希望你哋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而家嘅進度係點樣啊？當時你哋買咗係到底係邊一座咧？而家嘅決定係點樣樣咧？點解我會咁講呢？因為其中有個朋友就話俾我聽咧，佢喺2021年嘅時候咧就買咗一個 A 座嘅單位，而最近咧佢亦都收到朗日花園寄出嘅信件，就話俾佢聽咧有3個選擇佢哋可以揀嘅。咁至於我朋友係揀咗邊個選擇，一陣間慢慢同你大家分享一下。我朋友根據翻朗日花園寄俾佢嘅信，當中有幾個要點咧，佢就唔係好明白，咁就亦都係想大家探討一下。首先咧就係話，由於建築成本大幅上漲，同埋各金融機構缺乏對大型項目嘅融資貸款嘅意願，呢個係佢唔明白嘅地方。而第二咧就係話，佢哋而家咧就係將已購入嘅單位就買賣合約裏邊嘅交收日期咧就被推延至2至3年嘅時間。最重要嘅咧就係佢亦都提供翻有3個解決方案嚟到買家可以選擇嘅，但係就需要喺2024年嘅5月31日之前咧就要通知佢哋。喺呢度已經開始帶出第一個問題，假使間買家根本係收唔到朗日花園嘅信件，即係話佢根本唔知道成件事話起唔成啊，又或者係延遲呢一件事，咁買家如何是好？因為佢根本都唔知。好啦，況且如果朗日花園係5月31號之前收唔到買家嘅通知，佢哋嘅意願，咁朗日花園又如何去處理呢件事呢？選項1，接受延遲交收日期。咁我朋友就覺得頭先就提過啦，就話朗日花園話由於建築成本大幅上漲，同埋啲金融機構缺乏對大型項目融資嘅貸款嘅意願。咁如果係順期的話，係咪真係會解決咗成本上漲同埋各金融機構會對融資嘅意願係會增加咗佢哋嘅信心？動工期會喺24至到36個月之後。咁頭先咪講嘅，佢封信裏邊亦都提及到就係話喺朗日花園已購買嘅單位嘅買賣合約中嘅交收期，亦都係被延遲至到2至3年嘅時間。咁我呢度就真係好唔明啦。動工期就延後。係咪動工之後嘅交收再延後？咁即係話24個月至到36個月，再加上2至3年後，我先至可以收到樓？呢一個真係好唔明白。繼續都係選項1嘅疑問，佢就話啦，喺稍後適當嘅時候就會提供正確嘅交收日期。咁到底乜嘢叫做稍後適當時候呢？嘅稍後又會稍後到幾時呢？選項2，取消原買賣合約。喺呢度就講到，當朗日花園收到買家嘅意願，話取消原先嘅買賣合約嘅時候，佢哋就會通知律師嚟到通知買家如何去安排退款。喺呢度亦都冇講到任何嘅時間，淨係知道喺5月31號通知到朗日花園嘅意願。咁到底等到幾時買家先至可以收到退款，又或者收到律師嘅通知呢？選項3，優惠選購 C 棟大樓單位。呢度看似好特惠，因為佢呢度講到咧就話咧會係提供一個特別優惠價格，括弧
就同時可以取消或者繼續保留原有 A 或 B 座已購嘅單位。換句話講，係唔係即係話我已經買咗 A、B 座嘅買家，而家佢可以提供一個更加叫做特惠嘅價格去購買 C 座嘅單位？咁即係換句話講，買咗 A、B 座之餘入唔到伙，延期，仲要買到個 C 座單位，因為 C 座單位起先就可以入住先。咁我有冇咁多錢拎出嚟呢？即係買家方面真係可唔可以負擔得到呢？況且呢幾年嘅樓價變動，今時今日買一個單位同2021年買 A、B 座嘅單位嘅尺價唔同嘅時候比較，咁到底呢度佢講話特別優惠價格係有幾咁特別呢？係咪真係可以同當時我哋買嘅時候嘅價錢係一模一樣？除咗住嘅單位，我都想講一講設施同埋服務。我哋喺朗日花園嘅網頁裏邊，住客設施一覽圖見得到。A、B 座嗰度咧就係有多種康樂嘅設施同埋餐廳。咁至於一條龍醫療服務就係興建喺 C 座。問題就嚟啦，如果 C 座嘅買家入住咗 C 座嘅時候，咁我哋而家知道 A、B 座要延期嘅興建同埋要延期交收，咁即係話 C 座嘅住客或者叫做 C 座嘅買家或者住客啦，佢哋係暫時未能夠用得到 A、B 座嘅康樂設施同埋餐廳。用唔到康樂設施同埋餐廳都係事小啊，反而而家 C 座嘅準備興建工程會唔會亦都係一個 A、B 座嘅翻版呢？咁啊真係冇人知啦。講到呢度，大家想唔想知道我朋友嘅選擇呢？我朋友同我講咗一句説話好精警嘅，佢就話啦：瀟灑走一回啊！嚟到呢度諗住咧就入去銷售中心問一問而家嘅情況啦，譬如話如果我真係買咗個單位，咁到底我應該係點樣做啊？又或者如果我係有興趣買單位嘅時候，亦都可以有啲咩介紹呢？好可惜今日就休息啦，冇問題。如果大家網友們有興趣的話咧，可以親臨呢個地方去問佢哋嘅。咁既然嚟到呢度啦，咁啊梗係睇下個工地發展成點啦。咁我哋眼見呢，就係佢哋有部嘅大型嘅挖泥車。咁初時呢，我同我攝影師老公就爭拗啦，到底呢部係大型定小型呢？咁應該係大型嘅，因為見到旁邊有部小型嘅，咁所以咧就應該係挖泥啦。咁啊，到底幾時真係正式動工咧？根據官方講話，起 C 座先啊嘛。有一段小插曲想同大家分享。當頭先我哋拍攝期間，有一部車輛駛入嚟，咁落車嘅呢就係一對年長嘅夫婦。原來佢哋都係買家嚟㗎，因為話俾我哋聽呢，佢哋之前係買咗 B 座嘅單位，就諗住今日嚟到入去銷售中心問一問嘅詳細情況。因為佢哋收到信件呢，就係要喺5月31號之前呢，就要決定到底佢哋揀選邊一個方案。咁佢就話俾我哋聽啦，同你分享啦，就話當初中意朗日花園呢度呢，就係個位置啊，周邊嘅環境。咁但係而家真係遙遙無期嘅情況底下，到底佢哋會點樣選擇呢？暫時嚟講都係個未知之數。同埋佢哋都同我哋分享啊，個車位方面呢，話原來而家佢哋買 C 座嘅單位又加咗價啦。今日我哋又嚟到朗日花園嘅呢個地方，入咗去銷售處嚟到詢問，裏邊係有同事喺度開緊工嘅。入到去嘅時候咧，就見到有幾個 family 咧，就最主要都係問翻關於退款啊、各樣啊，或者啲咩 option 啊。我相信咁我就偷聽到，即係唔係偷聽嘅，即係旁聽到咁啊。順便咧亦都聽下佢哋嘅對話嘅內容，亦都問咗工作人員。因為咧我朋友收到封信咧，就話喺2024年嘅5月31號之前呢，要答覆翻朗日花園到底佢哋嘅去向揀邊一個嘅 option 啊，1、2定係3。咁所以相信咧，佢由即係我估計咧，朗日花園咧呢度就由2024年嘅6月1號開始，先至係安排點樣去做法啦。估計因為佢5月31號截止俾買家去考慮要揀選邊一個 option 啊嘛。咁頭先咧入到去嘅時候咧，都聽見工作人員咧都好有禮貌，亦都好細心咁解釋翻俾嗰啲買家聽，到底係點樣做法。而當中亦都聽到咧有一個買家咧係買咗 A 座，即係同我朋友一樣啦。而另外一個買家咧就買咗 B 座。咁買咗 B 座嘅買家咧都心大心細啦。咁到底點算呢？咁即係等定唔等呢？咁而買咗 A 座嗰個買家咧就決定退款。仲有我發現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牆邊嗰度咧已經係換晒所有 Building C 嘅平面圖。咁相信亦都係方便一眾，譬如話佢哋真係想買C 座單位嘅朋友，又或者係想加錢，即係已經係買咗本身朗日花園嘅朋友，想加錢買 C 座嘅，可以再睇一睇個 floor plan，大致上係咁樣啦。
而我亦都聽到咧話，其中買咗 A 座嘅買家就填翻一封信，話翻俾朗日花園聽佢嘅去向，即係話佢需要退款啦。咁我亦都聽到咧有啲工作人員所講，就話當佢哋接受咗嗰個信，即係話知道你哋嘅意向之後咧，就會再安排律師方面點樣去退錢嘅。相信會係大概整個過程咧係3至4個月之後就會係收到退款啦，即係根據翻現場嘅工作人員所講。嚟到士嘉堡 Shepparton Midland， 我身後邊呢一個長者大廈，名稱係叫做怡東閣。喺大概1年度之前，我哋都有嚟過呢一度。嚟到士嘉堡區，我身後邊呢一個嘅屋苑，名字叫做怡東閣，位置喺 Shepparton Midland。早輪咧喺我哋華人嘅電視台，我都有聽到佢嘅廣告，最近就好似冇乜聽到啦。怡東閣英文名叫做 Easy Manor， 同我哋冇關係。係絕對冇關係嘅，只不過係佢係 Easy Manor， 我哋係 Easy 咁解啫。當時仲同大家分享呢一個嘅位置係相當之好，因為喺呢度嘅對面咧就已經可以去到一啲嘅餐廳食肆嚟到食嘢，咁亦都可以解決咗生活所需。咁但係今日啦，1年之後嚟到呢度嘅情況係點樣呢？同大家睇睇啊！今日見到嘅情況已經係將之前嘅鋪頭就推冧咗，咁但係現場所見呢，我哋都見唔到有任何嘅挖泥車或者工程車，淨係見到一堆嘅頹垣敗瓦喺度啫。咁到底工程上係咪繼續嚟到進行呢？我哋真係暫時未知啊。怡東閣長者大廈個牌咧依然係企咗喺度嘅，即係坐立咗喺啲樹啦。亦都講話展銷中心喺 Unit 5至6，但係其實係已經搬咗噶啦，個展銷中心就唔喺呢度。咁我哋有機會咧就帶大家睇一睇而家嘅展銷中心位置。行過幾步呢一度，呢一個牌咧，當時喺即係我哋有時行車經過嘅時候咧，都會見到都已經動咗喺度噶啦。即係話俾大家聽，現已動工啦，嗰個工程上高咁，同埋展銷中心咧已經搬咗去 Brimley 嗰邊，亦都有查詢電話。對於我呢一個住喺士嘉堡咁多年嘅人士嚟講，即係呢度咧實在太方便啦。無論係搭車又好，或者食嘢，我哋成日都提住咧，就係怡東閣對面就已經有個 food court，側邊咧亦都有啲鋪頭，亦都可以解決咗生活上或者係膳食上嘅需要。所以我哋真係好希望怡東閣可以繼續佢嘅工程，咁就好啦。最奇怪咧就係呢一樣嘢啦。點解會咁講呢？因為有時我哋行經呢一個地區嘅時候呢，唔知點解有一日我哋發現咗有呢個大嘅指示牌啦，就叫做 for sale。咁到底而家係呢一個地皮 for sale 啊，定係呢個長者大廈 for sale 呢？我哋都真係唔係好清楚，所以我哋一於要去探討一下先。嚟到呢一度就係我哋身後邊嘅怡東閣長者大廈嘅銷售中心。頭先我哋入咗去噶啦，亦都同一位工作人員傾偈。我問佢就話啊，到底怡東閣長者大廈幾時可以入伙呢？佢嘅答覆就係2027年嘅年中。咁我再問啦，我而家見到呢個工地上高呢都係暫時未有任何嘅施工。咁佢就話俾我哋聽呢，喺今年2024年嘅 summer 呢就會開始動工噶啦。咁到時會唔會真係動工？暫時都未知。而單張上高講咧，就話有個示範單位，頭先我哋都睇過，所謂嘅示範單位咧，就係得一個嘅廚房啫。咁所以我亦都問咗工作人員，我話：咦，點解得個廚房呢？咁佢嘅答覆就話：因為銷售中心嘅位置比較細啲，所以淨係得個廚房可以俾大家睇睇。當時銷售人員就俾咗張單張我，就話俾我聽有啲乜嘢嘅查詢咧都可以進入到怡東閣嘅網頁裏邊，咁所以咧我一於進入去啦。咁入到怡東閣嘅網頁，我就見到有主頁同埋其他嘅版面，咁我就逐個 click 入去睇啦。而當我 click 到入去終身居住權呢個版面嘅時候，我就發現到有少少嘅資料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裏邊提及到有一個資料就係話，由2015年 KBIJ Corporation 就專注開發呢個項目，成立咗 Easy Manor Foundation， 以非牟利嘅機構形式就持有同埋管理呢個項目。KBIJ Corporation 就出現咗喺呢一度，咁所以我就由呢一度開始就追查落去。當我喺網上打出 KBIJ Corporation， 就出現咗一個網站名稱叫做 Insolvency Insider Canada。就字面嘅解釋 ，insolvency 嘅意思即係話破產。當我入咗呢個網站，就發現咗一段嘅資料，就關於 KBIJ， 而亦都希望透過 Google Translate 讓到大家網友們係容易啲明白。咁所以咧，我哋打咗中文出嚟啦。呢段資料提及咗多個唔同嘅團體名稱，
內容大致上係話，根據 Sigma One Capital Inc 嘅申請，將 KBIJ Corporation 喺2023年嘅10月24日被接管，欠債約為1150萬美元。Rosen Goldberg 被任命為接管人，而我喺網上查到 Rosen Goldberg 係一間服務喺多倫多嘅公司，主要咧就係幫人哋做破產同埋重組嘅。我有一個從事地產行業嘅朋友，就將喺 MLS 嘅一個賣盤就發咗俾我。簡單講一講 ，MLS 係地產買賣系統網頁。呢一個買盤嘅地點係25號 Grand Watford Drive， 正就係怡東閣個所在之處，而叫價係1蚊。裏邊講到賣家係 Rosen Goldberg， 亦都係之前我哋提及過嘅一個接管者。喺呢個買盤裏邊，我哋發現有一項嘅資料叫做 Client Remarks， 中文叫做客人評價，講述 Colliers 已經受到 Rosen Goldberg 獨家委託出售25號 Grand Watford Drive。根據以上資料同埋我嘅理解，就係話 KBIJ Corporation 原先就係專注開發怡東閣呢個項目，但係最後就係欠債同埋被接管。而當日我哋去到怡東閣所在地，見到一個巨型嘅展示牌，就話講緊係 for sale。咁到底而家係咪有買家，還是未有買家接洽？如果有買家接洽，點解個 for sale 個牌仍然動咗喺度呢？咁到底呢一個項目係可唔可以繼續發展落去呢？俗語所謂貨比三家，英文係 shop around。加上之前我哋都有嚟呢度報導過，身處嘅位置係 Woodbine 夾 Apple Creek 呢一個位置就係孟嘗國嘅所處地方。喺年幾之前，我哋都有拍攝過，亦都有報導過。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喺幾個月之前，因為我哋屋企人有需要揾一個長者大廈單位，所以我哋就去咗萬錦百頓孟嘗國嘅展銷會嚟到參觀，同埋亦都去咗佢哋其中一個孟嘗國嚟到實地拍攝。咁而家我哋就將架車泊咗喺個停車場度，咁我哋見到係乜嘢呢？就大型嘅基建啊，有一啲天秤，有一啲嘅挖泥車，甚至乎有啲嘅設備，我都唔知點樣形容啦。而家呢度呢，真係沙塵滾滾啊，亦都聽到好多揼揼聲啊咁樣樣。咁呢度呢，就已經工人係開緊工噶啦，見到呢，都有一啲嘅小型啊、大型嘅挖泥車喺度施工緊，做緊嘢。加上喺我哋多倫多嘅中文電台、電視台都有講緊萬錦百頓孟嘗國係熱賣當中。萬錦百頓孟嘗國嗰個建築地盤咧嘅對面一條馬路之隔就嚟到呢一度佢哋嘅展銷中心，我哋一齊入去望一望而家裏邊嘅情況係點樣。其實之前我哋都拍攝過同大家分享過㗎啦。雖然之前我哋拍攝過同大家介紹過，咁要嚟到呢度咧，梗係要8一8 update 一下啦。我而家咧睇睇佢嘅 floor plan 咧，大部分咧已經係賣咗㗎啦，已經係銷售出去㗎啦。有紅點嘅地方嗰啲嘅單位咧，已經係賣咗出去㗎啦。咁而家我目測大概都有差唔多80% 已經係 sold out 賣咗出去㗎啦。上一次我哋嚟嘅時候呢，係未見到呢一啲嘅物料㗎。相信呢，而家佢擺出嚟係嗰啲物料方面啊，或者顏色啊，咁啊係俾啲人客可以選擇咯。哇！唔怪得頭先咧，我哋出面睇到話萬錦百頓孟嘗國係熱賣中啦，真係冇比較冇傷害。我哋見到呢個地盤嗰個地基咧，即係已經係做咗好多嘅嘢。咁當然啦，我唔係行內人，我都唔識講啦。大家就喺個片中亦都睇得到佢做咗幾多嘢。今日我哋行咗3個嘅柏文長者大廈地盤啦，又或者銷售中心，咁我哋咧真係要揾個地方坐低，就嚟到呢一度啦，就係狄更斯餐廳。大家網友們有冇嚟過咧？我哋就好中意呢個環境嘅。萬錦百頓孟嘗國周邊嘅配套咧都幾多嘅，其中一間餐廳都係我哋中意食嘅，就係狄更斯餐廳。今日嚟到呢度咧就食個下午茶餐，叫咗啲咩食咧？同大家講講。今日我哋叫咗嘅係雞列豬扒薯條，
另外攝影師老公叫咗呢一個，我噏唔出佢個全名啊。不過見到有炸雞翼，有塊麵包，飛邊多士，仲有個係雞蛋，跟埋呢一個出前一丁。卜卜脆，個吉列豬排都炸得好靚。薯條係好香脆，豬扒咧都炸得好脆。咁個豬扒咧個外邊嘅吉列咧就係鬆脆，咁但係個肉嗰度咧就係 OK 嘅，即係唔係太實，咁都味道都唔錯。咁同埋配埋個塔塔醬咧，酸酸地都幾開胃。咁同埋仲有老公咧就俾咗個炸雞，我食就暫時未食，相信都 OK 嘅。不過好奇怪一樣嘢，因為佢凍飲咧仍然係用緊外賣杯，凍檸茶少冰少甜，唔錯，做到我哋要求。所以我哋都係中意嚟迪根斯餐廳食嘢。今日我哋一次過帶大家睇晒3間喺本地多倫多嘅長者柏文大廈，你哋會點揀呢？希望你哋選擇繼續係支持 Easy，讓到我哋可以繼續去發掘多啲新鮮嘅題材，同大家分享，俾多啲 like， 我哋可以支持一下我哋啊嘛！將我哋呢條片係宣傳開去，讓到多啲朋友見到，亦都可以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撳埋隔離個鐘仔更加好啦，因為新片嘅時候就可以通知到大家啦嘛。好啦，我哋呢度呢就到此為止。不過我哋可能日後會繼續跟進今次同大家去分享嘅長者柏文大廈。我哋下次再見，拜拜。